大家好，我係 Staff Sergeant Evan Hung，渥太華警察局。我哋而家告渥太華64歲男人 James Andrew Evans， 佢對未成年個人性侵。James Evans 有時叫 Pastor James 或者 James 牧師或者 Dr. James Evans。2001至到2005年，佢係渥太華華人基督教會做牧師。1996至到2001年，佢係多倫多基督教門諾會信愛堂做牧師。依年6月3號，我哋告 James Evans 多次性侵未成年個人。我哋知道有啲受害人，佢係唔知道性侵係一種刑事犯罪行為。我哋係而家好驚有受害人，希望佢哋盡快出嚟通知我哋。冇時間限制，無論幾耐，你可以報警，唔使驚，我哋可以幫你，我哋會幫你。希望任何人知道第二啲嘢，唔該你通知我哋。電話係613-236-1222，內線5944。多謝大家。